拄拄为英国返来的羽毛球的好手戴资颖甲周天成，因为来参加到超级1000全英羽球的公开赛，所以回国了后，嘛要居家检疫14天。戴资颖伫个女单的决赛以2-0来拍败着现任的球后陈雨菲，毋但来摕下着生涯第3座全英公开赛女单的冠军，嘛为陈雨菲的手中，甲世界第一搁甲抢倒来。那男单的比赛，周天成就可惜了，伫决赛以0-2输予丹麦的这个选手，摕到亚军。小戴戴资颖伫超级1000全英羽毛球公开比赛决赛对着上强的对手中国的陈雨菲。选夺开始，陈雨菲出得领先，不过小戴戴资颖真紧就抓着这个节奏，用伊招牌技术，和陈雨菲节节败退。先摕到第一局了后，第2局双方是你来我往，不过小戴戴资颖冷静应战，最后以2-19、2-15摕到冠军，漂亮完成复仇记。戴资颖伫去年年中的总决赛，今年马来西亚大师决赛拢输予陈雨菲，和戴资颖这场比赛更加毋敢大意。这毋但是全英第3摆冠军，同时嘛，佫重回世界第一。他一直是非常稳定的选手，那我自己本身失误可能都是比较多的，所以我在跟他打的时候，我自己会多了很多的压力，因为我不能有过多的失误。那很高兴我今天算掌控的不错。甲戴资颖做伙进入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冠军比赛，一哥周天成决赛对着丹麦选手安塞龙，真可惜，小天无法突破对方的攻势，最后败阵。不过已经是历史上头一位伫全英比赛男单摕到亚军的台湾选手，是讲这2个人依照防疫规定，就算为国争光，为英国返来，共款都要居家检疫14天。